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伫这个清明追思礼拜的中间，咱做伙起立，咱来学落来用祈祷正教的咱的礼拜，咱用这首诗歌来学落咱的主，咱的耶稣。来，手接我来。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落主的生命，愿的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荣耀，荣耀，我荣耀归万王的王。荣耀，荣耀，我荣耀归万王的王。咱着这声学落主的生命，愿的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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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着这声学落主的生命。愿的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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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荣耀归万王的王。荣耀，荣耀，我荣耀归万王的王。咱着这声学落主的生命，愿的荣耀归乎主上帝，愿的荣耀归万王的，愿的荣耀归万王，愿荣耀归万王的，愿荣耀归万王的，愿荣耀归万王的。咱拍拍将荣耀归予咱主，咱上帝。感谢主，荣耀的主。来为着咱来受苦受难所以咱献上咱的感谢，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来，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落伊的圣名。我的心神着称赞上主，唔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社会的人着弃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向上主，伊会怜悯因，着归向咱的上帝，伊会宽宏赦免因。咱的学落感谢咱的上主，是掌管万行有全能的上帝，伊愿意亲阮人所求人，有怜悯有赦免咱就先因咱的罪过来到伊的面前来邀请伊伫咱的生命每一个坎站的中间来掌管。咱开声来祈祷，兄弟姊妹开口同声祷告。阿利路亚，主，阮学落感谢你，你是造天造地造万物、享受万命、生命的源头。阮来到你的面前时，恳由你巡视帮助阮会当学落感谢，将荣耀归予你。你也将一切万人米享受阮，因为你是阮的牧者，你是阮的无欠亏，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领受。感谢学落主，帮助阮进到你的恩典内底，欢喜来领受。感谢主，阮将一切学落敬拜、荣耀拢归伫主你的圣名。阿利路亚，感谢你。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落你三甲组织，阮伫你的圣殿伫遮来学落来敬拜，无论是伫现场、伫线上，阮拢同齐用一样的心来学落主的圣名。愿主，当阮学落敬拜时，你的宝座设立，你的恩典降落，
也互阮伫欠过中间得到主你的补助。愿主你来赐福气，互阮也赦免阮的辜负，互阮会通也有赦免别人的亏难。愿主你受阮赐福，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要为着咱的心灵来恳求上帝来医治、来帮咱，用诗篇103篇3到第5节安尼讲：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好你一切的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合体，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赐予你。伊用逐款好米，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遐尼臃肿。咱伫咱全面的需要吼，心灵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吼，互咱会通伫遮邀请主伫咱的灵来掌管咱的思想、感情，以及就会影响咱的身躯哦。你黑白想，就会影响你的喜怒哀乐吼。若无爽快，郁卒，就会影响你的身躯吼，影响你的意志。咱恳求上帝帮助。如果咱的兄弟有感觉有需要的，会当站起来，咱的牧者吼，咱的长老会为着你伫遮来祈祷吼。来实际徛起来拢会使吼，奉主的名来祝，咱请咱的长老伫遮来服侍吼，奉主的名做伙来祈祷，来开你的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你名，恳求你受恩所，主你是医治的上帝来帮助，互阮会通伫你的医治内底，通照你的慈悲怜悯来款待阮。主当离开西湾你的慈爱要大，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会通赦免我人，是因为你的亏难，帮助阮伫你的面前向你来祈求你。主你是阮的大医生，你是阮的大牧者，你是阮的供应的，愿主你受恩赐福，互阮较无你的同在，较无你的医治。哈利路亚，主阮恳求你，搁一遍降落你的怜悯，是阮所伫阮中间。听阮的天父上帝，阮知影伫世上的劳苦重担，总是伫你所想做内底有平安。阮的身躯，阮的心神欠安软弱，主你有教野医治稳定。帮助阮会通伫即个末世世代、苦难世代，阮犹原会通对你来祈求。主，你讲你来就是要互人得到活命，并且得到更较丰盛。愿主你将你所有的丰富，按照你的恩典来降落伫阮中间。你是阮的牧者，互阮无欠缺，因带阮伫你所陪伴青翠的草坡，带阮伫安静的水边。互你话真做指看阮心灵打扫一个真要紧的活命。愿主赐阮医治阮，引带阮，互阮会通伫你的同在下面领受你的丰丰富富的恩典，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日的礼拜来守望来祈祷，用主的话安尼讲来，唔通变大，心志着热情。继续服侍主，着放望来欢喜，着忍受患难，着不时祈祷。伫患难的时讲不时的祈祷吼，伫欢喜的中间来放望吼。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为着个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今仔日清明追思的节期，咱恳求上帝为人倒转去扫墓，总是咱做伙伫遮来追思孝念。咱的生命源头伫上帝伫遮来安慰咱，互咱会通伫失去的中间，犹原得到伊安慰。咱也为着这下昼1点半要伫迄个咱的骑楼外口伫迄中间来有诗歌的报道为着团队部所主办，甲儿童牧区会通做伙伫遮来分享，愿上帝祝福。为着教会牧者的团队
4位牧师吼，1位宣教牧师，啊3位伫咱本会伫遮的服侍，咱恳求上帝赏赐互牧者有够强的气力来牧养会通按照正义来分解上帝的即个话语，会通伫遮透过合一的服侍带来教会遮羊群牧者会通伫遮得到好的牧养。咱起立，咱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为着牧师的家庭，为着遮牧者的团队来祝福咱开声来祈祷。主，感谢你，为着教会，为着阮每一个新人，为着阮每一个牧区的牧友，为着阮每一个传播做的事工，免来领受，你伫阮生命中咱来相伴。主啊，你是阮的大牧者，帮助阮伫牧养中按照主你心意来牧养教会，兄弟姊妹通得到灵性的造就，生活的扶持，帮咱主你选择看顾阮伫你面前会真个领受，主，互阮彼此帮咱，彼此扶持，伫合一内底建起造你的教会，会友兄弟姊妹有得救的人，日日下天，愿主你来赏赐。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罗你，你是掌管万行有，你也是赏赐你的稳定教业，透过阮的礼拜敬畏你，得到智慧，智慧，互阮会通来按照主你的心意来服侍。愿主你来祝福，因为你是阮的大牧者。透过教会的牧者团队来牧养你的羊群，互因心灵会通得到造就，真理透放因的心，也互因伫生活会通得到好的看顾。透过小组的关怀，愿主你来赏赐，因早起的礼拜，欢迎你伫遮来掌管，你的宝座设立，也赏赐你的稳定降落。阮也要同心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是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着称赞上主，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圣名，着称赞上主，唔通袂记哩伊一切恩惠。咱的心咱要做伙来学乐咱的上帝，阿门吗？咱要欢喜出声学乐咱的主，咱做伙来拍手来敬拜。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实坚强的信心学乐伊。你的一切拢来跟从伊的智慧大观念，咱大着学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了地为爱来感谢，我灵我努力。全已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都伊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了地为爱来感谢，我灵我努力，全已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都伊的真神。我的心你着学乐耶和华，你着学乐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来学乐伊，这是上主所欢喜的。我的心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学乐伊。你的一切拢来跟从伊的智慧大权能，咱大着学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了地为爱来感谢，我灵我努力，全已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民都伊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了地为爱来感谢，我灵我努力。
你是创造万物倒伊的真神。咱搁来宣告，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要来学乐耶和华。阿们吗？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实坚强的信心学乐伊。你的一切拢来见证伊的智慧大决定，来打着学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高照了地为爱来高声。我灵我努力，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倒伊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高照了地为爱来高声。我灵我努力，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倒伊的真神。哈利路亚，搁来宣告。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高照了地为爱来高声。我灵我努力，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倒伊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高照了地为爱来高声。我灵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倒伊的真。搁一届，咱们来宣告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伊是荣耀的君王，为爱来降生。我灵我努力，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倒伊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高照了地为爱来高声。我灵我努力，专一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倒伊的真神。万物倒伊的真神，你是创造万物。你是创造万物倒伊的真神，咱拍婆啊，将阳光、学乐归予咱的主上帝。兄弟姊妹，大家请坐。愿上帝国降临，甲咱三个伫地，咱已经伫咧上帝国内底。因为咱的心若是确保伊的旨意，伫地里就要拿准伫天。阿门。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stra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怨讲毋捌你，叫你给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stra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怨讲毋捌你，叫你给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以公平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赞我，世界大名来运作，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星请帮赞我，世界大名来运作，多多为你来活。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
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缘故毋捌你，求你给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有缘故毋捌你，求你给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鼓降临，我愿意空牵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助我，世界大鸟来迎娶，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鼓降临，我愿意空牵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助我，世界大鸟来迎娶，多多为你来活。咱做伙举手，愿主的鼓降临，的鼓降，上帝的鼓已经降临。我愿意空牵军队来回应，星星帮助我，星星请帮助我，世界大鸟来迎娶，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鼓降临，我愿意空牵军队来回应，星星请帮助我，世界大鸟来迎娶，多多为你来活，多多为你来活，多多为你来活。主，我们多多为你来活，我们专心来听候你，因为你的国已经降临伫咧阮的中间，阮感谢主，阿门。我们专心来听候耶和华，因为伊的主爱、伊的怜悯是何等的美妙，伊的信息、伊的话语是何等的高遥难言。咱要搁一摆，要用这首诗歌，要来专心来到上帝面前，咱要专心听候耶和华。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宝座前，通伫灵面稳定到我言，我要忍耐天候耶和华，亲像高米当天歌，伫暗时称赞你信息，伫早时哦落伊的主爱，赐有伊时我的脚伴，我的拯救，我的关怀，伫伊面前摆咧一切，我的帮赞是对伊来，我要忍耐天高也高悬，亲像高米当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息，伫早时哦
伫暗时俄罗耶和华的主爱，伫早时咱要来称赞伊的名，因为伊的怜悯、伊的恩典教也咱用。我要全心停靠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宝座前，通地怜悯恩典教我用，我要忍耐停靠耶和华，亲像高米等天光，伫早时称赞伊信心，伫早时哦落伊的主爱，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关担，伫伊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赞是对伊来，我要忍耐停靠耶和华，亲像高米等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息，伫早时哦落伊的主爱。主，我要听候你的同在，听候你的保护，听候你的安慰。伫阮失去的中间，阮的艰苦，你拢知。你是阮的照盘，你是阮的拯救。你会当互阮美起来，伫迄中间来哀伤，伫美起来哀伤的中间，有你疼惜阮、安慰阮。愿阮伫今仔日这个清明这期追思阮的亲人的时，搁一遍想思你的安慰扶持，互阮迄个忧伤的心，通因为阮看见上帝你的同在甲毋忘，阮心会欢喜快乐。愿你伫今仔日礼拜透过你的话、你的真理透放阮，互阮得到自由。将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内，好亲像落心无溪水迄款的敬虔的心来藏伫阮的中间。愿阮一切恶乐得到主你的接纳。愿你对你的宝座享受你的平安甲安慰伫阮的中间。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圣诗181首，圣诗181首，同心俄罗天父，请起立来吟全首。同心俄罗天父，主的耶和兄弟。当人民无疆无尽，交国天顶地，俄罗耶稣尊名，兄弟都是会行，公路结多，受难罪过，替咱放下性命。兄弟信心，盼天感我万民，对天感恩念人的心，互咱坚固我心。俄罗三位一体，别飘心是兄弟。尊其大万物主。
阮的上帝，阮的王啊，我要尊你做至权，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名，我要日日称赞你，要永远学到你的名。上主至大，应该受大称赞。你的伟大无法度测度，这代要对迄代称赞你的作为，要报扬你大权能的所做。你的国度永远存在，你即种的权柄煞到万代。阮的喙要讲出阿罗上主的话，愿一切有生命的，拢永永远远称赞你的圣名。阮的主的上帝啊，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无限的疼，互阮的祖先一代传一代到现在，互阮会当来领受你创造的伟大甲奥妙。因为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明白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生命的源头。透过今仔日的追思礼拜，毋但来敬拜阿罗你这个生命源头的主，同时也来孝念阮过往的亲人，搁一遍来追思、来思想、来学习因的好行达、好模范，成做阮继续跑走头前路途的气力。主，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讲阮若认家己的罪，的确要赦免阮的罪，洗清阮一切不义。主，当阮将所犯的罪过摆在你的脚前，恳求主来赦免阮的罪，洗清一切的不义，搁用你的话充满阮的心，坚固阮的灵，会当继续徛在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煞接几若个月，教会的聚会时间、地点有一寡调整，嘛有电梯换新的工程要进行。恳求主上帝，你来带领，保守一切拢顺利完成。嘛有兄弟伫每一场的礼拜中间，领受圣神的充满，灵命提升，搁较有气力来服侍主。我若继续恳求主守事牧师团。尤牧师、老牧师、黄牧师甲陈牧师，以及因的家庭、新生人拢永驻，领受对你来的智慧甲气力，来管理教会。常时互正当讲会友，毋但是来圣殿敬拜主尔，搁较欢喜付出代价来接受装备、训练甲服侍，来回应主上帝你大大的恩典。同心合意，教会所定的目标来努力，来实现主所吩咐的大使命。主上帝，我若恳求你来看顾清明假期，转去故乡扫望，也是出外旅游的所有的会友，一切行程交通拢平安顺利。阮将阮的祈祷摆在你的面前，恳求爸上帝你阿耳空来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是要来交读启蒙文，启蒙文48，来对以赛亚书53章来，启蒙文48。阮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会气力，捌对啥人支持？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鱼孵出来，亲像昆对大地发出来。伊无好形象，无好看头，通吸引咱。嘛无看通羡慕，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受真侪看人经历逐款病痛，人面毋看伊，咱表示伊无甲尊重，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替咱忍受苦难。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互上帝拍受苦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抢插，为着咱的罪过受得罪。
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拍伤，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家己的路。这声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总是伊忍受无出声，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亲像羊母，互人剪毛。这声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羊母，互人剪毛。好，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伊受处死，对人间消失。虽然伊无用暴力，无讲诡诈的话，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互伊甲好业人共目的。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受鞭拍、受苦楚。互伊通献性命赎人的罪。伊的长火烧，看着行行顺顺。互上主的旨意通通过伊来实现。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对伊的体验，伊会心满意足。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伊要担当因的罪过。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业。互伊甲强猛的人分赠礼品，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列入罪人的名单，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替罪犯求赦免。这是要请理解成长老来献诗，学罗上帝。愿主这伫这所在，分享主救赎阮等人爱，伫这无惊吓摇伊，愿深知救主当徛起，当阮面对每一日。愿要顾惜尊重各重视，世事望渐消失。愿深知愿要辛苦伊，愿要坚心高永远。上帝常常引传咱。经过黑暗暝，主的光之时，愿要坚信到永远。咱一生谈主旨意。有时咱袂了解主心意，做事咱看袂出，总是信心赞咱属伊，主成话甲咱真理，对伊听咱伫顶头生。我靠主，咱袂失败，因为上帝做咱主宰。但咱要坚心到永远，上帝常常引传咱，
经过黑暗暝，主的光一时，咱要坚心到永远。咱若分享主人恩义，情人手话在咱相伫主，念伫主，咱手坚定。通过咱主成功完成，我要坚心到永远。上帝常常引传咱，经过黑暗暝，主的光一时，我要坚心到永远。念伫主坚定，到成功完成，我要坚心到永远。这是来交托上帝的话，记在圣经约伯记第8章第1节到22节，约伯记第8章第1节到第22节。大本圣经632页，其他版本咱请看荧幕。第8章第1节，苏亚人比勒达应讲：即款代志你要讲偌久？你所讲的话亲像狂风。上帝敢会歪曲正直？全能者敢会歪曲公义？你的囝儿有得罪伊，伊才照因的罪过，互因受应得的报应。你若寻求上帝，对全能者求恩，你若纯洁正直，伊会起来帮助你，互你搁再去做平安徛起的所在。你起头虽然微细，到尾会真发达。你去问前世代的人，看因有对列祖学着啥物？咱长甲出世，毋知半项。咱伫世间的日子，不过亲像影。因假是你甲你讲出因心内的话，无土味，蒲草减会生长，无水，芦苇减会大长。因拄剪，因要剪也袂挂起来，就比其他的草较早打去。所有袂记得上帝的人的结局嘛是安尼，无敬畏上帝的人的愿望会无去。因所依我的是真快长的死，所倚靠的是低度梦。因倚靠低度梦，毋过靠不住；起了梦，毋过挡袂牢。因亲像食物，有日照就青翠，藤酸甲满园。因的根困伫石头堆，钻入石头芳。因若互人哭起来，会互家己的所在好人讲：我毋捌你。因一定会伫路边烂去，后来有新的意对地里搁补出来。看咧，上帝一定袂放杀顺转的人，嘛袂帮赞做歹的人。伊会互你搁笑嘻嘻，互你的喙出欢喜的声。怨恨你的人会用见笑做三清，歹人的报片会无去。以上，这是要请本堂尤普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神的智慧甲人的偏见。神的智慧甲人的偏见。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所想出的智慧，奥得测度，远过人的意念甲人的想法。你用人感觉愚妄的方法来拯救阮，脱离人生的绝望甲苦难。透过你的话，
开阮的心窍，明白教师照你去行，我拢诚做受阮的囝儿，甲有福气的。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大家平安。咱今仔要透过这段圣经吼，进入伫苦难的中间，约伯苦啊，我会做人吼，一直苦，毋知要苦到当时吼。对第1章、第2章咱看会苦，第3章到37章伫遮搁较艰苦哦。3个朋友陪伴7天7夜，对无？了后无开喙也好，一开喙吼，互伊心内感觉吼受伤。到尾无就种看袂落上帝跳出来吼，伫后壁吼，对大自然的中间来问约伯，因为互迄3个朋友吼落甲吼。佫甚至指责你就是有罪啦，你犯罪吼，所以毋那安尼所以拄着遮个罪，遮个苦难吼，人无比你佫较凄惨吼。所以伫遮真暗示讲，你就是因为你的罪所引起的吼。这是咱对第1章今仔日咱一看就看到第8章，所以毋望咱伫每一天的迦南之声，咱拢会通伫遮来收听。伫这听的中间，咱才有法度连贯安尼，互咱了解讲。原来上帝透过约伯记要甲咱讲啥物哦？伫3月27，伫美国的田纳西的纳什维尔就是伊的首府纳什维尔一个小学发生啥物枪击案吼其中一位有一个是校长啦吼，校长一个工友，一个代课的老师，佫有3个9岁囡仔。伫即场的即个突然来即个枪击的中间吼，即个28岁即个枪手吼，伊是称作讲是跨性，就种伊的生理是女性，总是吼，伊感觉伊是男性安尼吼，所以心理已经有无啥正常吼。有人咧找讲，到底是安怎？啥物款的原因？举长枪入去伫迄个小学，伫遐来看到人就刣安尼吼。对迄个偏见也想是安怎着强迫我去读即间的学校，其中有描写，总是还无完全讲伊到底伊的动机。不过咱知影讲，对一件代志的偏见造成迄款的羞愤。即间圣约小学是。长老会设立的，其中即3个9岁的查某囡仔其中其中一个查某囡仔是圣约长老教会主任牧师的查某囝，所以要正义到伫即个受难州的中间，我想伊做一个牧者，毋知要怎去面对即款的失去。我想真直接啦，伊甚至会当真感受着讲，上帝伊将迄个宝贝囝，就是耶稣，为着咱人类来付上代价。毋是因为伊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有当时咱家己的想法想，这个牧师是做了安怎？亲像约伯，你是做啥物款，所以拄着这个灾难？这是过去，也是透过伊的3个朋友代表近东思想即款的一个精华的代表，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款的观念。所以咱要对这3个朋友伊陆续对3章到37章，用啥物款的方式，一个问，一个应答。一个问，一个应答，一个问，一个应答，安尼几回合？3遍，3回合安尼吼。伫迄中间来问啦吼。我想透过即款的诵释，伊所有的、所听的，心内毋知影要怎表达。教会伫即个时阵就唤起兄弟姊妹做伙伫伫迄个3月28暗时。伫遮来为着遮个罹难的家属来守望、来祈祷，特别为着因的主任牧师
来守望、来祈祷。即间小学的一个校训，在讲牧养心灵，增强思想，娱乐童年啊，歌颂童年。这是即间小学的一个真要紧的校训。总是咱看讲，即个凶手伊是读即间学校的校友，所以因为人的偏见伫迄中间来造成对立伤害。今日咱嘛要看透过约伯啊，这个是迄个圣约长老教会主任牧师吼。咱看去面对人生的苦难突然来，好亲像约伯讲啊，一下仔久哦，咱复习一下，就是讲伊有几个囡仔啊，几个查某囝，7个后生，3个查某囝，啊，佫会记得伊几只羊，啊是拢夯去啊，7000，吼，啊佫3000只啥，骆驼吼，啊剩的家己转去看，好无？财产吼，一暝中间都无去啊，一夕之间没有了。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迄人生的悲惨。哦，我去探访兄弟姊妹拄着遮困难苦难时，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讲啊，你还佫有啥物？咱拢焦点放伫我失去的，对无？失去偌济只，吼，7000只羊，3000只骆驼，啊500对啥物？总是咱对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伫你受难的中间，咱来看讲，你即摆还佫有啥物？哦，我甲兄弟讲，哦，啊，你佫有囡仔嘛？哦，啊嘛还佫有钱，比我较好个吼。啊，佫有啥物？哇，算算诶，还佫比侪人较幸福诶。总是咱看伊讲，约伯哦，失去所有诶尔。搁有咧，太太伫边仔安怎？那平湖菜粿安怎？10念。讲哦，啊你到即个时阵啊，你搁忠心对上帝，你无要甲骂吗？啊无你去死好啦。另外一半安尼甲讲呢，所以伫迄中间，咱有看讲，遮无大近3个朋友吼，7天7暝的安慰了后，继续伫迄中间吼。你也看3章甲37章哦，安尼偌长，吼，所以伫迄中间，你会感觉讲，啊，我著冤枉啊代人啊，我著吼一白白步你要甲我捏甲乌安尼对无吼？所以你若咱拢知影约伯安怎冤枉的嘛，冤枉代人对无？所以这朋友毋知嘛，所以因用因家己偏见、家己想法伫遮误解约伯，一直苦劝啊，你著爱认罪，你著爱认罪啊，上帝是公义的。约伯讲，我嘛知影上帝是公义，到底上帝你公义何在啊？我都无辜啊，是安怎？一直要讲我有罪安尼。你若互人冤枉，互人误会，你会安怎？掠讲啊，对吧？哦，所以咱想讲，啊，我著迄个生疮著咧艰苦啊，啊，你搁对心灵安尼甲我刺杀，啊，无是安怎？啊，咱想讲哦，今仔受难周开始啊，耶稣咧。耶稣嘛，那有话无得讲对无？拄啊，咱唱的迄首诗歌，好山啊，好山啊，对无？会想着讲，耶稣徛啥物？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赞美吗？驴啊咧！啊，耶稣你毋是要来带阮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啊，哪会徛驴啊？你应该徛赞美啊！伊甲学生讲，我要上十字架，讲毋是啦，袂使啦，你毋通用即款的方式啦。人的智慧，敢袂通赢过上帝的智慧？所以今仔日咱看，今仔日的金句其实在提醒咱，也咪咱会读哦。今仔日金句在提醒咱，就是讲，上帝用迄个愚妄人感觉愚妄的方式，伫遮来拯救咱。十字架，迄毋是咧顶大歹人的吗？钉大强盗在十字架上嘛，所以咱来看讲耶稣嘛是透过约伯的苦难，咱来看耶稣的受难。我咧准备这段时间，突然在想到个耶稣嘛是甲
约伯共款嘛。啊，伊是王，犹太人的王，定义伫12家，本来甲俄罗何珊娜皇主名来应该是俄罗嘛。到尾啊，共款迄阵人讲啊，定义伫12家，定义伫12家，敢毋是？所以今仔咱要来看讲耶稣为虾米行12家道路，是为着啥？为着你，为着我啊！伊嘛面对人的误解、人的偏见。拿撒勒会通出啥物好物？伊个目睭的囝，敢会通做啥？等遮。伊讲伊是上帝的囝，遮祭司头安怎伫遐骗受，伫遐来对骂伊？所以今仔咱要对这段圣经来看，上帝的智慧，互苦难变成做恩典。人的偏见造成啥误解甲伤害，敢毋是安尼？你感觉你有智慧讲迄智慧的话嘛？你若好，你听即牧师咧准备即马迄个初到初10是牧师录的吼，所以伫咧中间咧准备，看其箴言内底讲，你若一句话讲了无合宜，就好亲像来剑伫伤害人。你的话若讲了合宜吼，咱知影讲另外一句讲啥？金碰过落地啥？银芒啊，对无？总是另外有一句讲啥？你若讲话讲了会好势，好亲像济世良药安尼咯，济世良药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咧讲的话，是毋是因为咱的偏见造成？然后吼，伊到底诬告啊，伊到底落难啊，你搁伫安怎，搁甲踢一骹？所以伫遮咱来看，人的偏见就带来误解，甚至造成即个伤害哦。所以比勒达，毋是波勒达啦吼，比勒达吼，伊照伊的经验，照伊的判断，就是讲做恶做毒安怎？骑马落库，就是讲你做歹吼，就是安怎？你就会落难啦，你就是应该安怎？罪有应得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毋是无报是安怎？时间还未到吼。所以伫遮咱有看偏见的认为讲，即个人罪有应得。三个朋友其实因拢一致代表近东的思想的一个真要紧的代表。对约伯记咧探讨上帝，这位上帝是公义的，探讨人的苦难是因为什么原因来造成，探讨人类未来的命运。所以经过3回合，就是3回的即款的问答的过程中间，最后得讲一个上帝真正公义嘛。这个一直围绕在这个主题哦，伫这个主题，上帝公义吗？然后有上帝智慧入来讲，上帝敢无智慧吗？哦，然后伫迄中间，最后就是这3个朋友的信念坚持，就是约伯。你有罪，总是咱读者无法度跳入去讲哦，恁三个有够戆，你知无？我甲你讲哦，无法度嘛。当时咱知影结论，咱知影迄个过程，总是当时咱伫迄个中间的时阵，你当咧落难的时阵，你毋知嘛？当人咧甲你安慰，哎呀，某物人啊，即个吼是因为苦难，是因为上帝化妆的祝福啊，哦，盖成长老哦，你会当接受袂？可能一直点头会接受，总是有人讲袂当接受啊！我讲哦，哎呀，这个经过了，你哪知？我嘛知。你若无经过咧，你都毋知。所以有当时咱讲的话，是毋是伫迄中间来安慰着伊，也是颠倒造成搁一边的伤害，互伊感觉愈艰苦。所以圣经内底直接讲上帝是公平啦，苦难是因为报应的关系啦。上帝敢会安尼无缘无故扭曲事实对无？不公义吗？无啦，伊讲的话拢对，但是袂使用伫约伯的身上啦。如果若用伫咱的身上，咱思想因为我的关系，因为我的关系，所以我会承受这个，但是。我至少我知影讲，若毋是我的时阵，若安尼，咱对约伯记第1章内底，咱就会了解顶回牧师甲咱分享的哦，有2个方向对无？这个苦难是因为啥？我的信心较好，我的信心比较好，所以可能撒旦咧甲上帝安怎画帕拉肯，咧小事无你甲
互伊拄着苦难，看伊安怎袂？吼，你互伊经济拄着困难，看伊会阁信靠你袂？第二，可能是因为我家己的关系，我的犯罪，所以我用得拄着这个苦难。所以咱至少会当对这两个方向。总是咱看讲，约伯伊真无辜啦，伊伫迄中间来讲，我是无辜的，我的苦难毋是因为上帝所造成的刑罚，这是约伯对迄个应答的中间一直在坚持的这个一点。所以因为安尼，互伊开始怀疑，本来好势好势，苦难中间伊嘛讲啊，你查某人你莫黑白讲话啦吼，上帝赏赐上帝客，拢是伊的主权哦。甲三个朋友加入战局了后，伊会感觉讲安怎？上帝啊，你真正敢有公义？你明明知我无辜，啊是安怎？我一连串，啊，搁有即三个朋友哦，莫开喙较好，总是一开喙，我的心就愈得到伤害。所以偏见有当时也会限制咱领受上帝恩典。所以这三个朋友不断伫咧中间来强调讲上帝公义啦，啊你罪有应得，你爱承受啦。所以伫咧中间哦，互咱开始怀疑讲，敢安尼我的苦难是因为我家己的罪吗？还是讲咱咧怀疑讲上帝你为虾米遐尼啊无公平哦？咱看讲伫迄个中间，即阵的人好善啊，好善啊。奉主名来应该受恶恼，总是差不多共一阵，也是大部分的人伫遐讲啥？来，咱做来读来。因就话讲，何死，甲顶十字架。彼列多对因讲：恁爱我将恁的王顶十字架哦。这是长讲，凯撒以外，阮无王。你也看伫咧圣经中间，因无承认啊。因无接纳耶稣是迄个弥赛亚，因感觉讲徛迄个驴啊无成啦，应该是要伫迄个中间来徛战马哦，军事的弥赛亚嘛，这是因的过去的即款的观念。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连迄个有罪人嘛，安尼咧骗受耶稣哦，咱来读来，做伙定的犯人，有一个一直甲耶稣侮辱讲。你竟毋是基督，救你家己嘛救阮啊！耶稣甲耶稣当中有两个大强盗，对无？一个讲啥？甲讥刺、甲侮辱。啊，你救你家己啊，啊嘛救阮啊，叫你跳落啊！总是另外一个强盗吼。这个是咱看偏见限制伊得到救嘛？总是另外一个强盗讲啥来做伙来读来，伊就对耶稣讲：耶稣啊，你做王来临的时，请会记得我。耶稣甲伊讲：我实在甲恁讲，今日你会甲我做伙伫路。安尼两个人的结局有共无？无共。为什么？因为偏见限制啥？限制前一个强盗得到救。好，亲像。第二个，若是陈进新，你会接受的？听讲陈进新有洗礼无？有啊，伊得救，你感觉安怎？上帝，你敢有公平？这个人作恶作毒，这就是偏见啊！你知道？像这个强盗，检查伊是大歹人，但是伫遮为什么耶稣也讲这个代志？今仔你要甲我伫洞？如果若照咱家己想法，作恶作毒一定爱安怎？伫迄中间来接受啊，来承担啊，罪有应得啊，是毋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咱有一寡这想法偏见，会阻挡人伫遐来得到救。圣经讲鼻孔压了无一个好人啊！你看你的边仔，敢鼻孔有翘对顶悬？无嘛。所以每一个人拢是有罪，只是大甲细啦，对毋对？所以伫这中间，咱讲偏见不但限制人得到恩典，也限制人，互人的心得到伤害。所以这咱看伊讲，这朋友一直伫迄中间来骗受，也是讲来指责你若认罪就好啊，认罪上帝检查佫甲你回复。伊的某伫迄中间嘛，就做拄仔讲的，讲你死就好啊。伊的朋友伫拄仔似乎有读互咱听啦吼，咱来读一遍来。即款代志你要讲偌久？你所讲的话，亲像狂风，
你若祈求上帝对全能的救恩，你若纯洁正直，伊会起来帮助你，互你搁再去做平安徛起的所在。伊讲你若安怎，你若纯洁，意思就是讲你是有罪啊，你着承认你的罪就好安尼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当人的话带来伤害的时阵，有当时啊，真久才会当伫迄中间来恢复啊！所以咱上帝的智慧实在是互咱学得透彻伊所讲的后迄个用十字架顶十字架啊，即个刑罚大歹人，总是会当拯救人，敢有安尼？所以每一遍咱若个别礼拜前拢会搭一个十字架嘛，对无？我遮一个十字架，都拢在提醒啊。是啊，人感觉讲愚妄总是上帝互这愚妄。人感觉愚妄诚做智慧来拯救人，敢毋是？所以今仔咱伫遮对书，咱就会通伫迄中间去突破咱的想法。昨拜五迄个反正顶了插花嘛，因为昨喜气嘛，啊今仔啥对书，恁问我牧师啊，这花是毋是爱小可变者，啊心爱刻起来无？讲这话是惊讲啊，会友毋知会想我讲啊，你对书咧应该安尼诉说安尼就好是无？但是我看到我讲这个心，互我想到上帝疼，耶稣的疼心，今仔开始受难，是因为耶稣的疼呢，对无？所以咱的焦点毋是伫遮，但是另外一个咱来想讲，我是有允望的人。亲人伫天顶遐，伫上帝龙遐，伫天堂好得无比。啊是安，我着爱搁提靠靠，敢毋是？若拄啊失去的，可能你会甘做毋甘。总如果你也知影讲，亲像启示录伫遐所写的，讲伫遐天顶无搁再有哀伤啼哭。那安尼，咱伫迄中间来哀伤，啊顶悬就讲，啊恁是安怎啦？敢毋是？咱是少年讲伊好的所行。好的精神、信仰精神来提醒你我。同时，咱知影透过对书，咱知影讲，这位生命的源头，咱对书到生命的源头。如果咱若唔认捌伊，无认捌伊的时阵，咱就干那对书伫咱的遮的先人，咱遮的时代。所以，如果你若对书到伫迄个生命的源头，原来这位上帝用的智慧，互咱本来最有用的变成做最有承担。所以耶稣来就是这个款，就是这个方式。你若纯洁正直，因为朋友讲你若纯洁，表示讲人拢无迄个完全。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因为耶稣基督亲自为咱来付上代价，咱来读这段圣经来。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互咱罪死，义来活。对伊的受伤，恁得到医治。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为上帝愿意听咱承担咱的罪，甲咱恢复的，因为你的相信，甲咱恢复的，所以得成就啥物上帝的义啊！我咧准备种约伯的苦难，甲耶稣有啥物关系？足亲像，敢毋是？所以因为伊愿意伫迄中间来承担。本来无罪，正做有罪，就是要成就上帝的公义嘛。要满足上帝的公义，总是要因为上帝的慈爱。所以今仔日咱看讲，伫咱最有罪的人的时候，咱做来读来，不过上帝对咱证明，伊疼咱要是罪人的时，基督有替咱死。现在基督已经为着咱流血牺牲，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伊搁较会救咱脱离上帝的受气，这就是上帝的义，敢毋是？上帝的义是爱对罪来刑罚，总是伊的疼，互咱的有罪人伫有罪的时阵，耶稣为着咱来付上代价。这就是一直圣经咧讲的义。这个义是带有恩典，带有慈悲，带有怜悯。所以今仔日咱通伫遮。
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对书，咱用迄个期待，望有一天伫天顶搁再三支，伫迄个中间来笑念。每一遍若要将这个棺木塞入去伫迄个火炉的时阵吼，咱拢会讲一句话对吧？会记袂？来讲一遍，来平安对主去，日后天顶搁三支。恁读了的感觉无啥平安，你知无？你知影边仔的人吼，边仔若无信耶稣的，拢安怎？要甲塞入去，你搁叫伊走马队啦。但是咱有一个期待，望平安对主去，日后天顶搁再三支。因为咱知影生命是对上帝来，伊由土变成做人，对啊，小小的搁变成做土，从尘土造人，然后烧一烧要变成土，回归自然。但是迄个灵魂上帝收去，对吧？靠活命的归上帝回收啊。所以上帝伊会通创造伊自然会通，互咱有新的形象。所以咱毋免搁再伫遐焦点放伫迄个有形的，互咱会通伫遮，因为上帝对回咱超越即个空间的限制，敢毋是？所以今仔日最后一点，就是要提醒咱讲，上帝智慧，互人的心会通得到安慰。咱做来读来，愿咱的主耶稣基督本身，甲听咱的爸上帝对伊的恩典，使咱永远的安慰，甲美好的望来安慰恁的心，互恁有气力通做逐项好事，讲逐项。你若上帝话来安慰咱，帮助咱，互咱讲啥？安慰好的话吼，过来做好的事，这就是上帝的话真理，上帝智慧的一个真要紧的观念。伊会互人通达，伊会互这四个我，所以这个今仔日咱才有会当透过追思，毋是祭拜，我们透过追思亲人美好的这个信仰精神。伊好的、水的形影留到伫咱心中，就是咧激励咱、咧提醒咱，拄着苦难的时候，你毋通弃杀你的信仰。好像就约伯，伊伫迄个患难中间，无数即摆咧准备即段的中间拢会看到苦吼，爱到足苦啊，别人搁加苦互伊安尼，所以苦袂了，你知无？哦，所以也是即摆咱看有当时因为你一句话，互人苦袂了。你的话若讲了合宜，就互人苦会起。所以上帝会帮助咱会通伫迄个吞忍苦会起的中间哦，咱有即个对未来好的望。所以透过敬畏上帝，是有智慧的根本。智慧会通互咱安怎讲好话，讲造就的话。讲话，你讲的话出来，就是好亲像祭祀良药，祭祀良药。第二就是讲，咱相信嘛，咱相信耶稣会担当你的罪过甲烦恼啊！无咱定唱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过来咧，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万事每一项事，这是咱可能定定唱的吼。最好朋友就是耶稣，真脍炙人口的一首宗教的诗歌。不过实际你若拄着咧苦难时，你敢会通伫遐唱出来讲，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你即马担当我的罪过甲烦恼，互我大小事拢会通对你来求讨吼，我会通得到你的帮助嘛。你会通伫苦难中间游玩，会通像约伯伫遮伫迄中间，过来敬拜，过来学乐嘛。虽然有怀疑，总是到尾讲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伊伫遐，上帝伫遐跳出来，你讲的时候，你敢看这大自然，你这创造安怎讲了，伊怎啊点点无话讲？咱读者咱知影，因为咱一定看到后壁，佮看倒转来头前，所以你安尼反复伫遐看中间，你才有法度理解。当你拄着这困难时阵，这物件就通照你，原来有这问题的原因。
所以我相信耶稣会通帮助我，互我有吞忍面对这个苦难。咱作为起立，咱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上帝话，互咱会通伫听候的中间，听候好亲像黑暗暝要听候天光共款，伫遮来听候主的同在哦，听候讲这个苦难赶紧过去啊，这个病痛赶紧过去啊。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告主是阮宝座前，他的怜悯稳定到我眼，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歌迷单的歌，伫暗时称赞伊信息，我是阿罗耶稣爱，是有耶稣我的相伴。我的帮衬是对来，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歌迷单的歌，伫暗时称赞伊信息，伊才是阿罗耶稣爱。是有耶稣我的相伴，我的拯救，我的款待，伫伊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未来，我要忍耐天靠耶和华。亲像歌迷单的歌，伫暗时称赞伊信息，伊才是阿罗耶稣爱。这个时阵，咱伫对书的时，咱要先来邀请廖文长老来代表献花了后，咱伫祝祷了后，咱当随个来到头前来对书。这时阵，先来请廖长老伫遮来献花。这个时阵，咱有一点仔久的时间，咱来安静，咱来对思孝念，互咱伫孝念咱亲人水的精神、水的这个信用，会通留到伫咱的中间。这个时阵，请咱默祷，请咱来对思。
亲爱的主，阮的上帝，你伫逐世代、逐所在，正做阮的帮站，正做阮的瓦靠。阮踮伫这个所在来对此少年，阮的亲人，特别拄最近丧失因的性命的这个亲人，因这个丧失亲爱的这个家人的这个家属，因的心。特别悲白，愿主你来安慰、来扶持，也愿伫对属少年中间，会通军队因水的脚步、好的信仰精神来跑走伫上帝你所有阮陪伴稳定的道路。愿主你受因祝福，搁一遍享受你的安慰、扶持，也互阮会通存毋忘的心，直到末日伫天顶要搁再相见面。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这时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慈悲疼痛阮的阿爸天父，阮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你就是世界的真光，你摊赢坟墓死亡的权势，搁伫十字架顶赦免阮的辜负，阮感谢你。检采阮伫世间有济济劳苦重担，但是主啊，你因阮你的恩典教也阮用，阮着合适你的款式，用温柔谦卑，用信心。继续跟对你的引带，我嘛要享受你所赐永远的福分。大兄弟姊妹甘心乐意的奉献，要用伫你的圣工，望主欢喜接纳。这是阮的祈祷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请尤牧师来做消息的报告。来报告的大先吼，咱先来欢迎吼，久久无伫咱中间的兄姐啦吼。咱来欢迎吼，庭贤吼，就方慧姐查某囝，甲伊的翁婿，甲伊这查某孙啦吼，就种伊个囝婿吼，请站起来吼，我们欢迎吼。请坐请坐。另外是迄个。阿丢这查某囝囝婿吼，毋知伫后壁，欢迎吼，请坐请坐哦。
2位都是从国外来，然后来啊，其他毋知阁有无？好，咱吼，我感觉一个足好诶，就是这正道影因遮个遮亲人啦吼，啊若有喜事吼，啊弟弟嘛拢会吼，拢会做伙伫遮吼，啊遮亲人，啊咱来介绍吼，即个上新诶新航路新地故吼，听有伟杰张平吼，昨拄啊结婚吼，拄啊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来入即个永远的约吼。拍婆较大力咧啊，互因较幸福安尼吼。即个亲人，即个亲人嘛，徛起来好无？徛起来，好，先坐吼，一个伫钢琴遮啦吼，好咱真恭喜吼，咱即个李妇甲张妇吼诶联姻安尼吼，好。好其他诶，毋知阁有头一遍来无？若无，咱来看消息的报告，真紧来报告咱的消息吼。今仔日开始，正月到伫中秋初一，就是受难周吼，受难节气的开始吼。咱虽有年假，但是尽量避免遮诶宴乐啦吼。所以咱有真侪遮诶相关诶灵修诶经文放伫咱诶周报内底，请咱家己来灵修来看。即个拜五吼，即个拜五伫大园仔教会有北一区的受难日圣餐礼拜吼，暗时7点半。搁偌济诶赞美礼拜，咱华语是18点15迄个时间吼，伫2楼台语是10点15开始，华语是共款是11点。咱今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是伫5月7日吼，请咱若要报名受洗，伫4月23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今日念伊就是祝祷了后，请咱有2排，就是1到8组啦吼。即个是8到19吼。遮就是讲1到8组伫即边，另外伫即边安尼啦吼。请咱2排来到头前的时阵，你伫遐摕花，了后上互准，好无？你亲人的相片伫倒位看者莫伤久，因为后壁会排队吼。了后献一花，可能举个躬，了对边吼，安尼来离开吼。这是咱祝祷了后，就会进行即个人的献花对诗安尼吼。咱礼拜过来可能有一寡只个工程，到7月开始，咱就会调整迄个台语礼拜时间吼。伫7月初期，咱有儿童儿童诶亲子礼拜对4月开始吼。伫10点半伫6楼儿童礼拜是伫7楼10点15。咱的华语甲台语也无改变吼，总是咱伫5月底甲6月底要换即个电梯，咱真感谢咱的董事长苗长夫妇来奉献新的电梯，因为咱即台电梯嘛用真久吼，过去定故障。伫遮咱伫换电梯的期间吼，咱的台语礼拜是10点15，共款伫33号2楼。然后咧，华语是伫8点15，共款吼，迄个时间伫新塘的2楼。第3场礼拜是伫49号这边的4楼。儿童甲亲子这是伫咱的2楼甲1楼安尼吼。7月开始，咱的台语时间会改变伫9点华语会。甲第3场合并伫10点半为着咱的后一代，望互遮个少年的带因的囡仔会当做伙来做亲子礼拜甲儿童的礼拜因为咱的体贴会当互遮个囡仔伫未来因会较靠较伫遮有好的一个礼拜。咱有基要真理，请咱若拄洗礼无偌久你也未上过，会当伫遮来上即个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副村长来主讲吼。下到咱1点半伫门口有团队部甲儿童牧区合办即个在家有爱一个诗歌分享报道会
请咱兄弟当伫迄中间做伙来服侍来参与。咱伫过来即礼拜吼，就是4月初六4月初六拜是有即个乒乓的陪练员的一个培训的课程吼，请咱中间若有即个歌手的，拢会通重出武林吼，会通做伙伫遮为着吼，咱第一期的倒球吼20名即个社区的已经拢满吼，所以咱需要有遮个会友陪练，就是甲恁建立关系。咱后礼拜是搁偌济咱的细囝吼，儿童牧区因为用即个无共款，因为即马咱知影拢欠啥？欠2啦吼，一个买几啊百粒安尼，所以后礼拜可能咱就完蛋啦吼，没有蛋，但是我们用蛋糕吼，囡仔用鸡蛋糕，互因伫遮，不过这要先报名吼，无就没有蛋糕可以吃吼。所以咱为即个儿童牧区，就是咱厝若有即个孙仔啦，也是讲即个细汉囡仔，咱爱报名吼。咱外口有搭一个伫秀兰州的一个禁者祈祷的表吼，咱会通透过安尼为着咱教会来祈祷毋望圣神来充满每一个人，你会通天你对一顿要伫遮来禁者来祈祷。最后，咱要为着4月的寿星吼，来，咱中间有4月的生日的，无来徛起来来，来，咱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来，拍拍完祝福，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话名对你所想事，想事阮有智慧、才能甲稳定，互阮会通诚做你是阮的囝儿以外，会通诚做你透过阮来祝福这个世代。诚做你分享的管道，愿主是阮所互因手所做行通顺利，心灵拢勇健兴盛。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们最后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既然世间人袂当靠家己的智慧认捌上帝，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用阮所传牛戆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哥林多前书1章21节搁一遍。既然世间人袂当靠家己的智慧认捌上帝，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用阮所传牛戆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哥林多前书1章21节。请咱起立来吟祝福的诗歌399首，399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应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偏照你，应主必关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愿上主大仁爱，应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偏照你，应主必关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
当心祈祷，那是上帝所同心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恁大家伫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救恩，互恁成做受恩的囝儿，有福分伫天顶的恩典。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永无改变的恩典之爱，成做盾牌四面来固守阮，互阮出入平安。也愿主圣神来感动阮的心。知影伫世间有苦难，总是伫主你内底有平安，也有永活。毋望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请咱默祷。好，这个时阵咱要请那个音控放音乐哈。咱来对思孝念咱的亲人，咱为中来排队啦吼，用中哦，咱的亲人做伙吼。音乐吗？我有编的啊，对对对对对对。